福岡嘅夏天每日氣溫都高過30幾度，真係熱到人都癲啊！不過入夜之後有海風輕輕吹過，即刻舒服晒。所以好多夏日嘅祭典同活動都會留返喺夜晚先搞。我哋今年去咗雙旗宮嘅夏祭，仲有關門海峽花火大會，盡情感受福岡夏夜嗰種熱情奔放嘅魅力。7月最後一個週末，福岡迎嚟雙旗宮夏祭。由雙旗宮前站出嚟，已經傳嚟陣陣嘅炭烤味。神社參道兩邊有過百個屋台，炒麵、章魚燒、烤粟米、唐揚雞、烤魚、刨冰，經典美食應有盡有。不過都唔夠熱辣辣嘅炭烤串燒吸引。喺呢度，你會見到好多盛裝打扮嘅小朋友，佢哋會着住傳統嘅和服，滿懷期待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一齊出嚟趁墟，感受節日嘅氣氛。加埋呢啲攤位遊戲，好有夜市嘅感覺。行入雙旗宮，呢度雖然人多，不過唔會擠迫。門口設有小朋友必中獎嘅抽獎攤檔，為夏祭增添趣味。神社對開嘅空地有好多人排隊進行傳統儀式，參與者需要穿過茅草搭成嘅竹笠環，洗去上半年嘅污穢同疲憊，淨化身心，以清爽煥然一新嘅心態度過炎熱嘅夏天。呢班 JR Sonic 號由福岡前往小倉途中，車上好多乘客準備去睇關門海峽花火大會。時間尚早，去嘗試一下呢間甜品店先。呢間由韓國而嚟嘅過江龍，近幾個月簡直成為 IG 洗版嘅常客。雖然賣相唔錯，打卡都一流，但係始終係冬甩，食落去有啲膩。我哋試咗2款已經係極限啦。甜品店嘅隔離就係小倉城，於是我哋食完甜品就喺城樓下逛下。由於花火大會呼籲避免人潮擁擠，最好喺5點前去到門司港，所以今次就冇上到小倉城嘅城樓。依家5點幾，門司港車站已經人頭湧湧。花火大會未開始前，已經提前感受到現場氣氛嘅高漲。大會將大部分海邊嘅區域劃成收費區，1000円一位，不包括座位。會場入邊幾百個屋台已經源源不絕提供各種美食。提早到場嘅人仍然可以補給一下消磨時間。花火大會開始前2個鐘，已經有好多人提前霸位。天色漸漸變暗，開始入夜啦。關門海峽對岸下關會場以一場無人機開場 show 為今晚嘅盛會拉開序幕。無人機喺空中描繪呢個海峽曾經發生過嘅故事，仲有宣傳地道嘅物產。短短10幾分鐘已經說好關門故事。無人機表演之後，對岸嘅下關會場同呢邊嘅門司會場一齊發放煙花，絢爛花火，砰一聲
響徹海峽，如火樹銀花點亮夜空。可能係山長水遠過嚟，期望太高。今次嘅煙花冇4月東區花火大會嚟得震撼，但氣氛就真係一流。門司港呢邊已經散場，對面岸下關仍然放緊煙花，人流實在太多，動彈不得，不如反方向去門司港懷舊區睇下。懷舊區古蹟同海峽廣場一帶都佈滿屋台同遊客，行咗大半個鐘，仍然人頭湧動。9點半入門司港車站嘅通道仍然有人流管制。以前嚟日本旅行，成日將行程排到好滿，最好一日可以去到幾個地方。對日本嘅了解都只係走馬觀花，好少有機會提前幾個鐘就為咗等待一場花火。更加唔可能預留一日出嚟，就為咗悠哉遊哉體驗夏祭文化。以前嘅我一路奔跑廣場，以為拼盡全力先至會無悔，靠住一股蠻力就可以越飛越。殊不知執念越深，越容易作繭自負。與其將自己搞到疲憊不堪，不如學會沉下心等待，等風來。